二八尾暗暝5点多，伫咧新德县尖石乡德60线27公里的所在发生崩山，双向的这车路拢无都经过，也因为这是尖石后山对外唯一的车路，乡公所赶紧派人透明抢修，29早起6点已经恢复通车了。车驶伫山区，哪驶路顶的土石山哪济，驾驶雄雄看到山顶开始有动静，赶紧甲车驶倒退。 无偌久，头前就崩山，这是新德县尖石后山连续落大雨，造成土石松软。28暗头发生走山，后山唯一连外道路未通啊。如60线27到28K 处于昨天28日18时47分发生大片的土石崩落，阻碍双向通车。 乡公所知影了后，赶紧派工程人员到现场抢修，一直到29早起6点外，总算是顺利恢复道路通行。获报以后，我就马上指示建设科来派遣我们的开口合约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现场，然后希望能够最少单向抢通给我们的居民能够通行哈。地动佮加上小连续几天的大雨。 山区土石更加松软，乡公所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去山区活动，那一定要上山得特别注意，以免发生意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